日本有一间位于京都的高等学校，叫做京东局，因呢本奏部是真出名，常常受邀请到世界各国来演出。这届嘛要伫咱的双十国庆来表演。早起是唱一部声，伫台北的圆山大饭店快闪来演出，是吸引到真侪观光客来观赏。文化总会讲，这届因会当来台湾表演，这学生拢真痛。尤其是食到文化总会特别安排的咸酥鸡、甲粉圆年茶，讲学生更加是食甲有够欢喜的欢喜。鼓手拍头阵出来是音乐声，过来就是队伍整齐散开，做伙分乐器进入高调。音乐虽变甲真活泼，虽有人冲去上头前伫跳舞，散发青春的活力。来自日本京都的高中生受邀请到国庆大典表演，今日出现伫台北圆山饭店快闪演出，表演真精彩，有真侪观光客伫看留言。表演煞搁做伙翕相。这阵师生总共有93个人，包括88学生、5个老师。因为来台湾有事先提出防疫计划书，虽然讲袂当伫台湾世界游览，不过这学生囡仔伊玩真欢喜。那在这个准备的餐点里面，其中有一样非常特别，是我们台湾咸酥鸡。那当这个菜上的时候，在全场都欢呼，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台湾咸酥鸡非常的这个期待。那珍珠奶茶绝对是不可少的。其实剧高校的吹奏部，唔那是日本管乐比赛上胜军，嘛时常接受邀请到世界各国去演出。外好是感觉式的舞模，讲到典礼表演空中并列的操演，嘛是重点之一。一台乌鹰直升机飞过台北天顶，广播有过拜伫总统府前展开双十国庆专并列空中的排练，不过因为天气无好来取消。早起高试飞，不过国旗机队无挂国旗，就直接通过总统府的天顶。虽然讲排练无算顺利，不过国防部表示讲，这摆国庆的表演大多是真专业伫做准备，值得好好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